各位朋友，我係世紀21裕田地產蔡生威文，而家介紹呢個筍嘅放租盤係大埔翠屏花園。翠屏花園有4座，合共有單位704伙，使用面積分別為262尺到274尺。發展商為恒基兆業，中學校網大埔區，小學校網84，入伙日期係1986年。2樓有商場，地下有多樣化嘅商鋪、食肆、巴士總站，交通方便，民生設施齊全。而家介紹呢個筍嘅租盤，坐向開陽景，裝修企理，細而不華，實用面積262尺，開放式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同各位參觀呢個筍嘅租盤。首先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廚房。業主提供咗有電嘅煮食爐、一部抽油煙機，預留咗一個雪櫃位、洗衣機位。睇睇單位嘅洗手間，洗手間有窗明廁，原本浴缸改咗為企缸。睇睇單位嘅廳，原本單位有2個房，而家改咗全開放式，廳窗開揚。業主提供咗一個油壓床，有2部冷氣機。如果邊位租客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，麻煩聯絡世紀21裕田地產，世紀21裕田地產。多謝各位，多謝。